公车客运当咧车无司机，台中市府就决定要调悬公车运价，要求业者甲司机加薪水。台中上大的公车业者台中客运就随照办，宣布要甲司机的月给加4000块。引擎发落去，吹油门上路，操作hand道路正熟手。做公车司机已经30档的李炳勇，讲到现主时欠司机的状况，伊认为甲工课真辛苦，佮有民众黑白投诉有关系。有当时啊，一半个啊，双手机啊啦，过头伊啦，伊也讲要落车啦。啊，二电铃啦，若无字到，伊也讲我有字啦。咧投诉百姓，坐车的人有当时也袂感恩，吼，这个司机的辛苦。胡乱投诉，因为公车营运成本变大，疫情解封了后，旅游交通量嘛增加，客运业欠司机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台中市交通局决定对11月开始调悬市区公车合理的营运成本9%，甲基本里程运价3%至4%，而且嘛要求业者甲驾驶加添薪水。台中客运23日宣布，司机上加薪水要增加4000块，一个月有机会会当领到66000块。就每一位驾驶同仁底薪会增加4000元。驾驶主要他的薪水就是底薪，然后加上一些里程奖金，再加上一些工作奖金、安全奖金的组合，这样加起来就可以到达大概6万5、6万6。每车公里合理营运成本及这个所谓的基本运价的部分我们有去做了一些调整。那这些调整部分，我们也要求业者也同时让他们的所属驾驶员去做一个调薪的动作。原来4项客运欠员工薪水，到今业者拢一直无出面。交通局已经暂停拨补助款予因，而且嘛将12条营运路线收回来，开放其他业者去申请，会当营运5档。记者综合报道。